市长韩国瑜率团到美国访问，甲侨胞来见面，讲一段话引发着议论。韩国瑜讲，过去3任的总统拢是代代法律系高材生，因主政，互台湾的经济甲竞争力已经残废了。结果3位前后任的总统蔡英文、马英九甲陈水扁拢跳起来。 高雄市长韩国瑜出访美国，被问到下流现象的看法，伊话锋一转，开炮攻击拿力两党的3任总统。像台湾过去3任总统，大概都是台大法律系。那3个台大法律系的总统干完，大概台湾的经济跟竞争力基本上已经残废了。韩国瑜这话引发争议，高雄市议员陈志忠伊嘛回击，批评韩国瑜选总统囥伫中，市政囥两边。 在一心一意每天的工作，每天的行程都是为了他要选总统、选总统来做准备所以我感觉讲高雄市民是非常可怜陈志忠也阁表示讲，甲经济无害去应该是马总统。第一任内8档经济成长率平均是2.8%，比前总统陈水扁4.8%也较低。马英九办公室强调，任内前后拄着8年罕见的金融危机甲后济风暴，但是伫执政团队的努力渡过难关。蔡总统嘛伫面书铺文，讲拼经济毋是喊口号，拼经济就是要改善台湾的经济体质，去用外资的投资，这蔡英文拢有做到。韩国瑜海外参访。 拼市政，煞离袂开2020总统参选的话题，而且佮批评3任的总统，嘛互外界关注，这是毋是等来台湾宣布参选总统的起手式？